以老师的话吼，有讲吼，讲咱伫道场当中呢，尤其厨房咧煮物件的时阵，只要还袂经过，咱拢袂使先食。除了试咸正以外，咱就是袂使先食，咱嘛袂使先放挂边仔讲咱要看到，这拢就是手续一清。这是老师的话讲的，不是我所讲的。所以真正在道中，因为今仔日所煮的物件就是道心布施出来的钱所煮的，咱道拢无反对。搁伊搁偌好，搁偌好食。除了已经办开数物件，大家就凊彩分分换换，袂使放了开。这嘛袂是，咱应当爱注意，但是若只要爱食，咱大家拢无反对，通先去来食。这个咱来注意这点，我学是老师的话，所以其实因为我学也去发掘这个过程，真的，所以看到了，家己爱时时警惕，通消贪不法，必成大恶。就是讲你这贪，这个你哋认为无啥，但是这就是造成咱的贪啊。所以有这件代志，咱来讲讲，只要道中的物件，包括车辆，咱嘛唔使随便开呢。咱唔通以为讲啊，我都有布施偌济个道中，你布施出去就是道中的钱，就是道中的物件，道中的车辆，咱就是袂使去甲用伫咱私己、咱私人方面，这点咱来谨记。属于物件，属于道中的物件，咱来讲咯。你外哦佛祖骗，毋通去骗佛祖，这点咱来谨记在心。若无，咱就是去骗着，咱就是去用着假的物件。第二呢，对道的手续爱清。为虾米讲对道的手续爱清？伫道场上足侪项代志，咱拢毋捌，咱来去学，咱来多听多看多闻，毋知影咱爱问。为虾米讲咱毋知爱问？佛法就讲伫若干年前啊，伊阵仔搁伫原中啦。这是佛学家己亲身代志，因为佛法迄阵袂晓反对咧做，真诶袂晓反对咧做。其实我嘛是做一个研究，若达到了清高以上，尤其搁少年时，真正也袂晓做上下底差不多。迄阵佛法真正袂晓做上下底，迄阵拄啊护理师，迄阵啊搁护理师是做咱地藏师嘛，迄阵拄啊要点道啦，护理师袂讲，主啊，你去整咯，当吵，袂晓反对咧。袂了，我袂学去解放诶，因为我有护理师知影我袂了啊。真诶，我真正讲讲，咱若毋知影真正，咱来搁去学，毋通袂学解放，毋知影就来讲你毋知影，哦，真正护理师叫佛法去，我有做医生，结果佛法搁袂了，这样佛法搁会解无伊讲，搁会叫一个前辈才讲，因仔拄我袂去诶，迄个哪地方？其实佛法真正袂了，真正佫袂学解放，由此迄对迄边开始哦，人来整落的时阵，佛法就走去看诶。因为虽然袂了，嘛袂使逐项拢袂了啊。护理师叫佛法去整落，佮讲原来是慈悲佛法来整落，结果呢袂了。所以真正对咱道的手续，咱爱知影，咱若毋知影爱道道听，爱三多，三多毋是高尚的三多嘛。所以咱爱明白办理道的手续来清，无明白爱不替下文，谦告谦言，不要自作聪明，像佛法就是作聪明啊。这就是咱的手续必清，钱财必清，咱的必清。第11条是啥？出个方便。出个方便，在家中。咱要出去，爱甲你找人讲你要去佗，有的人要佗依照佛法有哪安尼，要找个倒啊，一个就出去啊，无咧讲的，人敲电话咧找啊，讲知对啊，拢无咧讲的，但来，迄落爸爸会无欢喜，佛法就知影，咱要去佗爱讲者，有人爱找着咯，在道场中，咱要出外办代志，或者是要去到别个单位宣传，佛法真正是找，卖一点。咱要去到别个点传书来宣传，点传书若伫国内，爱甲点传书报告；点传书若无伫国内，爱甲领领报告，伊会来报告。咱政府领领做到即点，因为点传书多一个无伫国内，我教人去甲助理讲，伊阵仔搁伊讲吼，领领我学校搁来去个讲，你说唔知啊，做到即点呢，因为学校多学校多真正在出各方面，因为。这个老师嘛，讲了一点，咱来甲咱的
点老师讲，还是敢若了伊讲。咱若无讲啦，有一遍无得甲咱讲了，真正有够好诶，去到遐讲到有够好。啊，拄我碰着电传师来讲，电传师啊，好，进前咱迄个前年才去咱遮讲了袂歹哦。为了电传师，我讲出几平时有对一个，咱只有对一个弟弟遐讲嘛。真诶啊，因为电传师就等于咱一个家长，啊伊无伫个，咱来甲咱来领领报告，对毋对？啊，尤其佫讲，咱若要出外去较远诶所在，咱若有爱去就家家保练习啦，咱着爱插啦，即点袂使袂做。哦，好，咱第二组囝医生吼，要去台北实习，哦，好就来讲，你爱去甲老母娘辞假，啊，伊就来讲，你爱去甲产假，无老母娘，你要倒来无着伊，还要处理无啥事，你倒来老母娘都毋知影你倒，所以这就是第11点，出道反面，有时咱拢无去注意到即点。啊，有法是拄啊好用，今仔讲着10条有几，讲着第11条我出道反面，所以咱爱谨记伫即点。伫厝内，咱要去倒爱甲厝内人讲；伫道中，咱要去到别个单位宣传，请咱爱甲咱的电传师报告，或者是咱的领任、咱的地方的领导报告，这才是达到出道反面，也是达到第11条真正出道反面，真正的意义。第12条是啥？不伦痛，乱世。不伦矛痛。不乱的痛，就是不偏离境，得依主行一致。每一个修道人，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，千万毋通往外口的各显神通，以假乱真，来卖卖咱迄个，互咱去走路做道风，在几当前足侪，啥物假祖师、假公中足侪啊，在最近较平静啊。但是呢，有法嘛看到咧，以早伫咧大路边拢有写打乳道路，啊伊写成前人的生日啊，伊写一贯到我搁伫遐莫名其妙，我单前明明是生囡仔，咱拢毋知影，结果是打乳道。哦，学校呢，伊有一个，因为一个对面的同事，伊就甲我讲，伊学校来的时候，啊，主啊，你咧管道，我对啊，你管道来讲，伊讲哪有求道呢？啊，不过有去打乳道哦，啊，讲打乳道，啊，你就有求道啊，讲无。我安尼好啊，我有去打乳道，我有去。啊，你搁去啊？啊，我去第二个，我就去。我啥物也无去。后尾一个前年带5个某的，我来看到伊带5个某，我也要去。对啊，若是真正一个正道，一个真正正派的道，一个前年带5个某，要惊死人！爱讲带5个某，啊，搁拢带姊妹啊，我讲你就袂当去。迄就要拐门洗道，对啊。啊，有时其实咱爱依正道啦，咱爱普遍依正道，啊，咱爱依自行为主。咱人千万毋通放弃，咱有时若放弃落吼，有时咱去咱定力无够就去了。啊，尤其真个青少年足侪好奇，为虾米咧食饱的人拢会食饱？其实伊上界大医生嘛，就是放弃。我食一喙就好，其实即个食一喙。你就是误入歧途啊！啊，咱嘛毋通讲对偌好，啊，我来看卖诶，你毋通去看卖诶，看卖诶，你的定力无够，啊，你的姻缘啊拄啊好较歹诶，真正你着拼，你着动了轻松。真诶，咱着动了轻松，啊，咱真正着做到啦，啊，所以咱在座中呢，咱来学习着善知识，因的德行。咱爱多研究着圣理先好的经典，而且咱毋避免造次，就是讲你毋通家关门开啦，带出家咧研究经典，因为有时经典中咱有时看一个字，无法度咱家己去解开着迄个迷惑，有时咱真正走火入魔，啊，所以有时咱就是来到受佛的保助，啊，
咱家己去偏离正道。所以咱若是着有正确的理念的，会当使咱的心灵，会当咱的心性光明，咱才袂去脱离着咱的正道来自由奔波，来家清做清思做就对了。安尼拢是不对的行为。所以呢，最后咱就是讲，咱来对论的人事甲行政行为，咱唔通随意插手干涉。这嘛是不论的，就是讲，咱道中的代志，只要顶悬的人讲顶悬的政策，只要是以道中为主，咱就是照讲照听，不要上面一个命令，下面很多反面，这拢是唔对的。这也就是不论系统，第12条不论系统。所以呢，不要有任何的决策，我们都要参与者。那安尼就真正足实际的，这就是第12条不论系统。第13条爱惜公物。爱惜公物，公物就是说咱公家的物件嘛，就是不同的物件，属于公家的，咱敢有好好去爱护，像迄椅仔咱搬，咱敢有好好去甲去较细仔，啊无同的物件咱敢有在乎？这一个例外啦，当初我有看到迄吼爱惜公物的，讲吼，咱道明中讲以早吼，我若去，拢会想说后边拢甲掠去的，真诶啊，我看嘛安尼。其实这是唔对的，簿仔咱来写，因为咱有记资料，簿仔查无要紧，但是笔写写咱来画无清楚，咱唔通将笔了，不要把唔当将讲有解的物件当作是私起的，而且对道中的车辆咱来甲保险，咱若需要，咱若无遇到咱考虑的时阵，咱就甲加油，对有歹的时阵，咱拄仔开着，咱来联络迄个负责的人，就是咱沈荣洲。沈组长，伊咧联络车，伊咧保养车辆，所以咱若规定，咱讲车辆有对有坏事，咱来联络伊。所以咱会将车辆当作是咱家己，安尼咱就好好去坏事，去甲爱惜。咱毋通种说啊，迄个公家咧开啊，毋是当我开呢，我就即边我开，无得后边无就要开。咱千万袂使有即种心态，咱好好爱惜公物。第二呢，就是在务当中大体宣的点方式建议。工事，咱敢有好好爱护伊，咱对伊敢有礼貌，伫言行上、伫行动上，咱敢有对伊不敬，咱敢要咱来知影尊敬道中的前例，工事、甲点方式、甲前例，咱就是要爱惜公物，因为伊是大体宣，伊是属于天的人，伊是咧做天的工课，所以咱要爱惜地传师、甲车行、甲所有的工事，迄就是。咱爱惜公物之理，所以老师嘛讲，咱毋通伫背后批评着咱前辈者，这是真严重的。有一句话来讲，智者中枢之长，愚者遗失之短。人讲，搁较歹的人有好的一面，咱为虾米？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就是看伊好的一面；一个无智慧的人，就是拢看到伊歹的一面。所以智者是遗失之长，愚者是遗失之短。咱来知影，所以老师搁讲，鼓励啊，这道理恁爱好好啊思量，恁爱惜有当中的物件，尊敬有当中的人，尊敬着前辈者，恁就是等于亲像咧爱惜上天的物件同款。所以爱惜公物，毋定是爱惜物件，甲车辆利益，包括地传师、甲咱的前行，讲咱拢爱是爱惜，但是真正爱惜公物。第14条，来应书。应事真正的无鬼，伊就是道嘛。啊，道就是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伊是活，伊毋是死的。伊本来就是爱是250亿年变的，伊咧永寿中就生生不息。所以修道人，咱每一个修道人，爱有一个活法应用的心，就是讲活法应事代志毋是死的，有时需要咱去做。比如讲，我来讲一个上介简单的。就是讲，今仔日比如人要求道，大
但是电传师拄啊无伫个，啊，认真也拄啊无伫个，拄啊当咱伫个尔，啊，但是拄啊人咧求道，咱毋通就想讲吼，迄心，迄啊，咱有好应试的，啊，咱有快应试的心，就是讲，咱爱负起联络来电传师来点头，咱毋通想讲，啊，我安尼就是越切啦，咱就是活起个，咱千万袂使即种想法，因为若讲你今仔袂得到有你即种心，啊，耽误着人求道的，我一个咩呢？求道的若拄好今仔回来求，啊来安怎去？你敢有法度来担即个责任吗？啊，所以有时咱逐个代志的时阵，咱爱有一条快应试的心，快联络的心，咱爱将代志安排。所以老师佫讲鼓励啊，你若当着即个代志，当着，因为你今仔日书练你做了，你去联络别个讲师，还是别个点名师来点头来讲道，种个顶外人对咱无了解，但是上天会了解，因为你今仔日是咧做上天的代志，毋是你爱出风头做你自己的代志，所以你的所作所为，只要是应着天心，上天拢会当了解。所以上天会当体谅你的心，所以咱爱一个快应试的心，所以咱爱讲，若讲发无定法嘛，众生有84000种的心，当然咱嘛84000个法门来应对嘛，啊，所以咱爱随时随地如何思来积极，思去积极，把握做事，会当应有所住。生其心，但是真正快应试，也是最高的地位。这就是第14条快应试。第15条就是最后一条，咱来第15条为是啥物？经验心。一言可成大道，所以咱爱经营，一行足以。一行足众生，所以咱爱想，古早人有一句话讲：言者心之影，行者心；言者心之因，行者心之影。但是就是讲言语会当表达一个人内心的行，甲伊的心声。无，伊就是讲，言语会当表现一个人内心的心声，你伊的言语会当反映一个人内心的心影。所以，你的内心心啥物存心，你的外在，你的外在有啥物言语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，互我做一个比喻，就是讲，一个人你若做到注意着别人的小毛病，拢专门咧挑人家的毛病的人，就是你的内心相对的，就是你家己有这个毛病，所以你才会去注意别人的毛病。啊，咱真正经验是就是讲，比如咱讲话，尤其咱在课程中咧讲话爱做注意。咱讲的话就是讲，互我所讲就是讲吼，足侪毛病，啊，咱去挑人家的毛病，有时讲话爱做注意。互我来讲一个上解真实的，因为迄个故事的主角拄啊坐伫我对面。有一遍啊，真正迄是我家己的小问题嘛，讲无忌大报，伊就是因为伊我本来以早拢会较少出来，可能伫旧年伫一两工前，我就甲讲讲，团啊，你拢无出来课程中呢，啊你拢无出来，你拢当假有干早出来，啊你嘛较早出来，你若有啥你有法，你嘛较早出来，你是要咱成功的，伊就讲，互我所讲的话口气是无介好。因为若讲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家己的小孩嘛，啊来讲，因为咱看到嘛是，你无出来做吼，真正你感觉心肝来足难苦的。你要从医院，你嘛通从你家己的亲戚，甲放伫咧外口的公司，
学有一种真正用迄个苛责的口气来讲，伊迄阵可能听了，人讲真正有时咱咧讲话嘛，人讲家己个人着克惜，咱就真爱紧个，伊着甲我讲一句话啦，就讲哦，好啦，互你去做先做好啦，你去做啦，啊，互我特地来甲互我挂掉，啊，但是佫加两工，伊着佫卡掉来，哈，迄是家己想话啦，咱若去讲入来，比如咱一个道亲。伊拄仔搁较海开，咱来伊鼓励伊，咱毋通讲哦，哇！你最近拢无出来是无咧考呢，还是安怎种种？咱来讲较迄个，迄种较自卑的，毋通讲迄种足可笑的。咱毋通讲每一个人拢达到参考以上，咱就有法度，你讲啥物话，就有法度去接受。啊，咱嘛袂当讲哦，拢看到人缺点，拢无看到优点，着做大紧嘛，来讲一句话讲。欲真修道人，给世界道；欲见他人非自身却是做。你一个真正是脚踏实地咧修行的人，你绝对无可能拢去看到人的唔对。你若拢看到别人唔对，啊，搁讲别人唔对，这就是你家己自身就有问题啦，毋是别人无问题。所以呢，身为一个修道者，咱来坦诚老实，你毋是以为人讲行不体不行仪式，就是讲你做欢喜，人毋通着表现为你的外行为。啊，而且咱毋通讲，好伫人前，伫人的头前，拢足好气的。啊，伫背后呢，暗自伤人，讲伊一寡毋好的，口是心非，就是讲你讲到足好听，啊背后吼，讲好一推足大苦。这拢就是咱修道的大忌，这拢是毋好的。所以呢，在修道中，咱嘛上起就是言行不合一，言语无合一，言过其实。咱嘛上起就是言过以行。你讲的安尼，就是你做就是安尼，安尼有时拢会考倒道亲，有时咱所讲的去考倒道亲，道亲毋出来修行，毋出来参观的时阵，咱到底是要讲迄个道亲看毋是的，也是要检讨着咱家己讲了无言语合一呢？学校去讲两班，一班伫花莲讲，一班伫高雄。花莲讲了呢，学校有请示检理人讲，检理人慈悲，或是今仔日学校讲了安怎？哦，检理人甲学校讲一句讲了伤少。啊，咱去高雄生存呢，学校就问咱的哦，庆年领人讲，庆年领人学校今仔讲了无够，每一个人拢是1000到以上的人，讲了无够，爱讲较够。啊，所以有时咱伫言行的时阵，言过其实就是讲，因为第一条甲第15条有规咱甲看，差不多每一条内面拢有甲咱讲言行合一，身体力行。这是庆个遐伫大学校讲的，讲叫学校讲无够。身体力行，言行合一，因为15条有几个人讲，不外就是讲，咱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咱就是爱脚踏实地去做，咱就是爱踏实务实。你毋是讲空嘴无舌，当你做老讲，啊讲要互你拍面，人道长人说笑人讲，你当讲要互你拍，讲要互学啊，讲要互别人做，啊家己毋做，啊所以这就是咱的经营，对毋对？学校讲啊，学校是做无到遮啦，但是呢。学校讲着讲，咱毋通讲你爱做到足好，才会当徛到遮，因为学校捌讲过一句话，讲好爱做讲师啊，做讲迄种话。学校过是，学校讲哦，学校叫我讲的时阵，学校才知影。因为你来徛到遮，当然你爱渐行渐改。你若讲会当去做到足好，才来徛到遮的。学校甲讲一句话，含糊理数都无资格徛到遮，对毋对？啊，所以毋通将徛伫学堂、徛伫讲台即个人当作是神，伊拢无啥物过程，但是学校搁讲倒转，你的言语嘛毋通伤过，差了上大尾，安尼人会看咱受。所以当咱言语互道亲考着道亲的时阵啊，咱毋通讲道亲是看，莫看是有时咱爱检讨。所以，互学校一个时间，然后学校空间，互学校成长，这就是学校最大的盼望啦。啊，所以呢，
都互口讲着讲，你徛咁大个，搁咧讲电话，搁做唔好，互口才知影心痛，所以互我会改。